古亞梅開二度，帶領巴西以3-0輕取海地。第一仗被摩洛哥逼和之後，巴西必然受到外界批評。不過安察洛提嘅球隊今仗喺費城展示出應有嘅實力，以一場輕鬆嘅勝利升上 C 組嘅榜首。取代賓福特前鋒泰亞高正選上陣嘅古亞喺23分鐘為巴西打開缺口嘅。當其時海地嘅後衛迪高亞喺門前解圍嘅時候，皮球啱啱踢中古亞之後反彈入網。雖然帶啲幸運成分，但係古亞正係第一個衝前補位嘅球員，把握到門將帕拉西德撲出雲尼斯奧斯射門之後造成嘅混亂。36分鐘，雲尼斯奧斯送出直線嘅妙傳，古亞禁區內係勁射上角得手，完成咗梅開二度。補時階段，前韋斯咸中場帕基達送出精彩嘅挑傳，皇馬翼鋒呢個雲尼斯奧斯冷靜咁樣嘅推射破網，射入個人喺今屆賽事嘅第2球。協助巴西半場已經係領先3-0嘅。對巴西嚟講，唯一壞消息嘅就係巴塞嘅翼鋒拉芬夏喺上半場受傷退下火線，由本尼茅夫球員拉恩入替，其傷勢情況仍然有待進一步評估嘅。至於佢哋兩戰都輸晒啦，已經確定無法追上巴西同埋摩洛哥。而即使最後一輪能夠追平蘇格蘭嘅積分，由於對賽成績處於下風，因此提早奠定小組包尾，成為2026年世界盃第一支被淘汰嘅球隊。相比第一仗被摩洛哥逼和時嘅掙扎，巴西今仗最大嘅改變係嚟自古亞呢一位27歲曼聯前鋒，不但止梅開二度，更憑住不斷移動同埋回防接應令到巴西嘅進攻變得更加流暢，亦都為到安察洛蒂嘅前線帶嚟久違嘅平衡感噶。今仗第一次喺世界盃正選上陣嘅古亞，亦都用實際嘅表現向安察洛提證明自己係有能力成為巴西今屆賽事嘅進攻核心。同傳統中鋒唔同，古亞不斷回撤喺中場位置接應，既能夠串聯攻勢，亦都成功為兩翼嘅雲尼斯奧斯同埋拉芬夏創造更加多嘅空間嘅。除咗2個入球之外，佢喺組織同埋配合上嘅作用同樣突出。多次同隊友完成流暢嘅短傳配合，令到巴西嘅進攻層次比第一仗豐富得多嘅。不過經過呢一場勝利之後，安察洛提嘅球隊無疑重新找回信心嘅。而對巴西嚟講古亞用一場近乎完美嘅演出，令到安察洛提終於揾到最適合嘅9號位答案。蘇格蘭開賽只係71秒就失手啦，最終係以0-1不敵摩洛哥，出線希望受到打擊嘅。摩洛哥一開波已經係把握到蘇格蘭防線嘅失誤，由沙巴里高速插入禁區破門，射入全場唯一入球嘅。蘇格蘭教練奇勒今仗原本嘅變陣安排泰亞尼移到左中場，專責限制呢一個夏基美，但係摩洛哥好快就破解到部署啦。雖然蘇格蘭之後一度穩住陣腳，亦都喺尾段嘗試反駁，但係始終都未能夠製造真正致命嘅一擊。兩戰過後，蘇格蘭只能將希望寄託喺最後一輪對巴西。如果想歷史性第一次打入淘汰賽，佢可能需要創造今屆最大奇蹟之一啦。東道主之一嘅美國延續強勢表現，喺西雅圖主場球迷助威之下以2-0擊敗澳洲。雖然王牌球星普列石因為小腿受傷缺陣，但係美國上半場嘅高強度逼搶依然令到澳洲疲於奔命嘅。11分鐘，巴洛根高速殺入底線之後傳中，澳洲中堅卡美朗貝治斯解圍失誤，不慎將個皮球送入自家大門，美國率先取得領先嘅。半場結束之前，美國再下一城，迪斯特嘅射門被擋出之後，費文第一時間頭槌補中。雖然助理球證最初舉旗示越位，但係經過 VAR 複核之後確認入波係有效嘅。美國係領先2-0。雖然美國第一仗擊敗巴拉圭嘅表現已經令人眼前一亮，但係今仗或許先係真正展現普捷天奴嘅足球理念嘅一戰。開賽初段，美國好快就能夠進入狀態，完全將比賽節奏掌握喺自己嘅手中。前鋒巴洛根繼續成為球隊最活躍嘅一員，而麥堅尼同埋泰爾文亦都不斷利用跑動衝擊澳洲3中堅體系之間嘅空位，令到對手嘅防線疲於奔命嘅。全取3分之後，美國距離小組首名只差1步嘅啫。巴拉圭喺大部分時間10人應戰底下，依然成功守住1-0嘅勝果擊敗土耳其，唔單止係保住晉級希望，更加令到對手提前宣告出局噶。今場比賽最具爭議嘅一幕係嚟自中場艾米朗，呢一位巴拉圭球星喺上半場補時同呢一個土耳其後衛梅道發生後角嘅時候用手遮住個嘴巴說話。經過 VAR 介入之後球證根據世界盃之前新實施嘅規例，直接出示紅牌。
艾米朗亦都因此成為世界盃史上首位因為借口說話而被逐離場嘅球員。然而，早喺呢一次爭議事件發生之前，巴拉圭已經係取得領先啦。開賽僅僅64秒，加拉沙禁區之外勁射破網，射入咗今屆世界盃最快入球，最終亦都成為咗決定勝負嘅一球。隨後比賽幾乎變成咗土耳其嘅半場攻防戰。儘管如此，土耳其始終都未能夠把握機會，全場12次攻門只係有1次命中目標，每到1次折射嘅頭槌更加係先後中柱同埋中楣嘅，與入球擦身而過嘅。值得一提嘅係，土耳其第一仗對澳洲已經有30次射門，今次再錄得32次攻門，兩場合共62次嘅起腳依然都未能夠取得任何入球，進攻效率令人難以置信嘅。兩場連敗之後，土耳其已經確定無緣晉級啦，成為繼海地之後另一支提早出局嘅球隊。至於巴拉圭，雖然今仗付出10人應戰嘅代價，但係憑住呢一場關鍵嘅勝利，只要最後一輪擊敗澳洲，就可以取得32強嘅資格㗎啦。